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3月28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伫咧民生绿园的国父当上，伫咧103年2月份，叫蔡丁贵丁人诱导以后到呾，有缘唔知影何去何从。上午这位国民党籍的议员，伫咧文化局的业务质询纷纷发言，要求虽然政治的立场无共款，但是有缘爱互相尊重。呼吁爱选定一个适合的所在来重建，予地方一个交代。唐德宗纪念公园内国父当上被诱导4当外，议会国民党虽然进前强烈建言，要求回到原民生地方重建，不过到呾有缘放伫柳营等中式，上午再次引发党团成员强烈不满，认为国父当上是有关国家历史甲先人的尊重。要求文化局唔通用文化资产等法令来应付，甚至用政治的意识来看待，呼吁当作艺术品放伫美术园区，或者是原地重建。不要拿文资法来呛我们，你们的专业文资法。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汤德章的铜像在那边是符合文资法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对不对？那我要问你，去盖一个黄昭堂的纪念公园，那是哪一条法？为什么用我们政府的钱？如果你不把它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你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那是刘师主任的作品，当初也花了公款，伊会当适合放你去你的美术馆啊，你的美术馆嘛有室外空间啊。美术馆也有室外的展示空间啊，你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你为什么不选择让它到美术馆去呢？不管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伟人，或者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它明明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民生丽园跌倒了，被民进党的人把它拉倒了。我们应该是恢复原状，把它再放回去啊，不是吗？今天八田雨衣被砍头了。我们不是把八田雨衣的头再接上去吗？难道说八田雨衣的头要换赖清德的吗？不可能吧，这是历史嘛。所以我今天要跟你探讨的，既然是历史，我们应该要把历史再恢复原状。我们在文资法，我们在整个调查研究的时候，那已经在委员会里面报告哪些东西是属于所谓的古迹本体，哪些东西是属于后来外加等等的部分，或是跟当地这一个所谓的汤泽章纪念公园的位置没有上任何历史文化连结的部分，就不再放在那上面。局长，我们议员强调，既然伊现在是政治的眼光和文化局长为难，只好等待后一任市长来决定。但新闻阮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伫咧水高社眷村所改建规划水高社文化园区，上午包括议员林美燕、吕维英等人拢纷纷关心规划进度甲文化创意完整性，要求文化局爱加强。近来不少旧社眷村纷纷改造成文化创意景点，参像原本是空军雷虎小组发源地水高社，拄来规划成水高社文化园区。其中有工艺部落，有一个工艺创作团队进驻，成为台南新的文化观光景点。不过，议员林美燕表示，因为整个园区并无完整，加上看不出甲原本眷村文化关系，要求文化局加强。这问题它大概已经有一个形态出来了。那你如果一开始你不把它建造好的话，你那人的第一项事实上不好的，所以你要赶快，你说第二期的工程要赶快进行。有。周边的计划赶快做好。还有呢，如何把这个文创园区能够推销出去，和大家知影讲这个所在真的有个文创，我们的一些爱好这些人的一些好朋友可以到那边走一走嘛。不你讲的坑底下，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建村建改以后，水交是建改以后，我们那时候非常期待的是文化
就是水交社的建筑文化园区能够非常落实，而且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建村文化。但是滇民在那个上面，我们真的没有看到建村的影子在边啊。因为当时候那个部分的空间，它没有取得所谓的相关的使用执照等等，所以当时候我们是希望说，让一些工艺家他没有工作室，先提供一个免费的工作室让他进驻。但是刚刚你讲的相关的公共设施啊等等，这个在我们第2阶段，我们现在已经请建筑师在做相关的细部设计，所以未来会朝着您刚刚所指导的方向，把那个园区建构得更加的完整。另外，外团南门会期因应美术馆、大文馆等孔庙文化区了庞大的停车需求，要改造停车场一事。议员除了表达并无适当，嘛要求文化局将对当地停车做好准备。对此，文化局也澄清，南门会期并无代替停车场的规划。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原本旧议会空间，目前文化局将会改造成为中西区的图书馆。对此，议员洪玉峰除了关心原本历来议员历史资料的保存，议员柯丽丽嘛要求依照府城图书馆或者是故事馆，用主题性的方向来去做设计。几乎打造车旁城市，不管是争取国家级的图书分馆，还是咱的市立图书总馆，拢下落，而且各校各社区的图书馆拢朝向成品化，会能看出艺体设备的优质甲长久。不过，议员柯丽丽强调，图书馆千万唔通沦为客书中心，甚至变成民众馆旧册设计。所以要求文化局伫旧议会要改成中西区图书馆的规划，一定要活化有主题性，建议朝向城市故事馆的概念。在这个台南市的中西区图书馆的部分，我们希望把它改成府城图书馆，那兼具就是类似像城市故事馆的那个概念，它只是里面都是一些比较有主题例如说它不是只有一般的图书馆。中西区图书馆应该是扮演刚刚像议员就讲一个城市、一个历史城市的一个窗口、故事馆等等，所以它可以兼具的功能性是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的规划会朝议员刚刚指示的方向让它形塑成一个是有主题的、有特色的图书馆。同款针对中西区图书馆，议员洪玉峰伫会中嘛关心，除了现代图书馆的设计，针对历届议员协进会过去努力保存的历史资料，一定要规划空间，保留传承予后一代。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新化大溪德顺山区最近因为去林务局拆了未当经营的牌仔，引发人心惶惶。27号这天，立委陈廷辉、市议员林志昌邀请到林务局的官员甲笋农进行座谈，希望会当找找解套，找出出路。新化大溪是台南市重要的德顺山区，伫当地有40位左右的世代笋农，传承近100冬，因务拢是专心咧做田，毋捌过问土地地目的归属。最近笋农发现园内被林务局的人员插上警告的牌仔，写着毋通继续开发，无就送官法办，互当地笋农拢非常惊吓，转向立委陈廷辉以及市议员林志昌请命，希望会当为因发声。27号由立委陈廷辉邀集林务局的官员，甲大溪笋农进行座谈沟通。可能伊文书上真的有问题。所以，阮主任才会希望讲，你若用摕证明出来，真的是会用证明，阮来帮你争取，来甲国产署讲，看是毋伊记毋对，还是伊有啥物无正确的所在，迄都有机会来改变。所以目前阮是拢照伊互阮的清册为办。所以其实阮这几年期间是大家拢做尽量和缓。尽量互大家有法度，搁继续使用，但是阮有阮的压力，时间感嘛是爱处理。这牵涉到咱国财产局过去将咱的土地移交予咱林务局，这当中为虾米将咱确实有咧种笋遮的土地有移交予咱的林务局，所以可能阮会搁针对这个事件再一次用一个专案来邀请国财产局
甲着咱林务局来做伙讨论，将这事项然后徛伫咱背势，你讲的世代伫遮种孙啊，突然间因为一支牌啊，全无法度人好种植，我相信将心比心啊，任何一个人嘛无法度接受。3、4代人拢伫遮种植啦，吼，事实遮农民拢六70个、7、80个。过去的法令规定，有当农民无清楚、无了解，现此时吼，嘛麻烦吼，咱林务局吼，遮个官员来斗协助吼，咱的农民，互咱农民伫遮好生活。大溪农民大多数拢是世代咧种笋仔，即届环境引起的误会，引发笋农甲林务局的对立。为避免世代种笋仔的产业中断，立委陈廷辉以及市员林志昌近期也会邀集国有财产署、林务局的官员做进一步的沟通，要来找出解套的办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推动庙会文化优质化，去年用土司金子，吸引了侪讨论。今年也推出全新的文创商品，以着文创甲玩乐为主题，分别推出着文具包甲玩乐系列的口红等等，希望让庙会文化会当有全新的转变。这款成果也将伫蓝赛图文创园区来展出，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这位当台南市积极推动庙会优质化，去年以小拍想推出文创文具组，希望祈求考生考调好成绩。民政局长陈宗安表示，市府推动减少城乡等作为，加影响庙宇甲周边商界收入，所以主动设计台南专属的文创产品，并且授权台南市各庙宇来使用。希望再来无同的庙宇文化。我们在推动宗教优质化的同时，除了鼓励庙宇减香减金子以外，其实我们也从去年开始，也提供了一些宗教文创品的设计。那去年我们推出了一些宗教古诗，那今年呢，我们结合两个主要的神明，一个是文昌帝君，一个是月老的部分。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宗教文创的用品，那提供给我们这些各大庙宇来使用，那也希望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宗教的这个文化出来。今年上特别的嘛是依照台南四大元老为主题所设计的元老胭脂甲粉饼，搭配无同的元老林立，运用无同的包装色调，创造出吸引众人眼光的商品。针对4间月老庙做客制化，然后那4间月老庙是因为我们依照它的功能性去做分配，然后每一间因为台南有推4大月老，然后每一间有每一间的功能，我们都针对它的功能去做不一样的包装的设计。为什么会选口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说，针对目前我们有做市场调查，然后针对目前女性最常用的化妆品是口红的部分，我们有去做一部分的研究，这样子。今年这个成果用自愿为主题，伫南赛道文创园区展出，现场除了文具组甲胭脂以外，嘛展出侪海报，希望将优质的庙会文化推动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到客家的民俗信仰，即马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到客家的挂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有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在我们台南可以学习到好多客家相关的文化，真的很难得。而且很棒的是呢，在 YouTube 呢也可以搜寻到我们这个节目单元哦。系呀。管天师就会打好好自家天师后院，就做得数看得到哦。你真见当什么？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委托你来直播客家相关的文化，为你台南地区的朋友，甚至全国的朋友来认识客家文化，熟悉客家文化。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单元呢？你俩节目啊，从今年1月3号开播到俩哈，介绍过客家美食啦、客家音乐、客家语言、客家民俗信仰等等。你嘅单元安排啊，有的个单元呢係盡量順帶客家相關嘅建議嚟安排喲。基本嘅單元係上除了安排客家嘅民俗瓜子。瓜子，我知道和扫墓有关。錯。基本嘅我嚟介紹客家嘅民俗信仰瓜子。因为我有同学哦，他们家也是在过年后就开始扫墓啦。那结果呢，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是在过年后就开始扫墓哦，而不是在一般清明节扫墓呢？哈哈，有一種嘅講法啦，係講客家人啊，從當年跳啦正月班，呢個正月班就係元宵節過後呢，就開始來瓜子，行到新月大家過清明節嘅時節，就唔是過行一年咯。按樣不但做得節省生意嘅費用，同時也節省來來去去嘅茶錢勞時間。哦，原來是這樣啊！也充分顯現出你客家人刻苦耐勞、勤儉打拼嘅精神。頭擺有當多客家人啊，會從扣啦正月16瓜子，以下有味道配合外地10條路嘅，也係多條路嘅字體啊，轉複下嚟瓜子，就會到正月班過後嘅禮拜6。也係兩個禮拜日咧，爭來瓜子哦。唔過啊，也有到客家人，也差不多兩個清明節爭來瓜子。瓜子當然啦，生幾多各地嘅子子孫孫咧，都會趕進來資助，在你桃園新埔，就有一戶人家咧，佢當年做嘅瓜子啊，都至少有780個家畜哦，大家70里頭。除了表達慎重對人嘅精神以外，大家親戚朋友啊，也會加量難得嘅機會哦，來聯絡感情。小鄧老師，那客家族群在瓜子的時候呢，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嗎？有哦，客家人啊，所謂嘅瓜子，根據老一輩人講啊。當年瓜子嘅時節，會將一條黃谷子摘出盤頭當空。嗰時候掃墓有很多瓜子，瓜子啊，一方面也表示講子孫已經有轉來祭拜過祖先，另外也說明也係有主嘅夢譜哦。這也代表客家人不忘本、飲水思源的美德哦。有還有哦。又還有什麼呢？客家人啊，瓜子以後呢，有的話還有錢嘅人家就會有本週夢哦。本週夢，什麼是本週夢呢？本週夢啊，就係從前祭拜過白公過後呢，將祭拜祖先，等跪下20萬個以後呢，就會打紙炮誒。等你紙炮誒打過打順誒，加出最壯雜呢，
就为了本钱哦。头摆啊，又会本5條，又會本10條，也有本紙片像發板啦、葉板也到，也是這啦。係講手權，又唔係強加出嘅生意嚟啊，也會做來本做夢哦。兩家人窮樣，未會本嘅生意呢，發板啦。葉板也到，那別人家的小孩也可以分到錢嗎？哈哈，從頭擺嘅年代啊，就算係拍上人家嘅生意呢，未窮樣做得本多錢啊。故說兩個瓜子嘅世界啦，也係生意呢最後一個建議之一咯。還有啊，就係從兩個秋辣公園過後呢，一般從兩個田水，也係茶寮、空氣呢，等等兩道地方呢，都會上兩個葉，兩葉就係客家人從兩個瓜子嘅世界，將會做嘅葉板。唔過啊，兩下嘅環境啊，嚇到嘅污染啊，實親手看到了，真嘅係當大爽啊！葉板就是我們一般說的草仔粿嘛。係啊，嘅葉板啊，就係小青講嘅草仔粿哦。講定啊，人都好下自家電視後邊原本嘢就講到了咯。以下愛來你觀眾朋友講爭來了哦，爭來了。协进国小为着要庆祝90岁校庆，对去年就开始一连串的活动。在今日上午，协进国小也举办了3公里的幸福路跑，全校拢做伙参与，做伙感受到校庆的幸福气氛。唔惊到会知影赤炎炎的日头，协进国小的全校学生拢聚集伫咧操场，专心听到幸福路跑的注意事项。以往协进国小校庆拢会办理着1公里的路跑，但今年为着要欢庆90岁，特别将1公里延长成为3公里，并且全校分做竞赛组甲休闲组，希望每一位学生拢会当参与着。这一次刚好协进国小创校90周年，那我们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那在这个3月份，这个天气春天刚好来到哈，那我们利用不一样的方式。让孩子健康的去路跑，那跑出健康跑出活力，来让大家来庆祝这个我们欢庆90岁的生日。听到开跑的指示，学生纷纷起跑，展开着3公里包含着校外道路的幸福路跑。这届学校和所有的同学拢来参与，就是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拥抱健康。并且自细汉就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学生、服装设计系学生，将因4档的学习成果全部拢发挥出来，专心来筹备着这场毕业展。主题是时空漫游者，透过着镜头，咱即马抢先来欣赏部分精彩片段。以着时空漫游者为主题，将学生伫咧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这4档的时间变化成为一个时空旅游的概念，将这4档的时间浓缩起来，所有的精华甲重点拢集中伫咧这场毕业造秀。无论是个性化的设计，或者是农夫的古锥风格，全部拢是每一个大四参加毕业展的学生，因这段时间所学习的成果完整展现。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时空漫游者 （Time Traveler）。那主要是讲我们的同学进到辐射系开始，就迈入了他们漫长的时空之旅。在这4年当中，他们有非常多的故事，不论是从事设计、个人的生活学习。然后慢慢的过程当中，累积了他们自己个人的设计风格，他们的想法，他们想一股脑儿的在这次的 Time Traveler 里面融入他们个人想法的一个设计里面，然后注融出他们今年的设计。我们同学这一次在作品当中，无论从布料的印花图案、选色、素材，乃至于款式设计，最后形成整体造型的服装款式，都非常让人赞叹。尤其是在时空漫游者这里面，我们特别
别感受到每一个学生各自的独特性思考，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面融入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发展出这次 Time Traveler 最好的服装发表会。其中一套满满尖刺的特殊设计，是大四学生谢佩琪以着蜥蜴作为灵感所发想出来的作品。灵感就是以蜥蜴的鳞片作为参考，那就是这些服装是透过特殊技巧去做出来的。那同时这些设计线啊，我有参考过蜥蜴的轮廓，那并运用到人体的身上，并同时配合人体的线条去做剪接的切割。那其实就是蛮期待，希望能呈现出蜥蜴的那种感觉。那也是利用这些材质的技法，表现出那种截然不同的线条，那也是表现出那种异材质的感觉。那就是这个的话，我是透过翻卷技巧，用过特殊技巧去做出鳞片的形状。那像这一些大小的话是经过计算的，就是像每一块啊，我都有经过计算，这样才能就是看出有1公分、2公分、3公分的大小的鳞片，刺刺的形状。这场专业的作秀展演，校方也邀请到专业的设计师来担任评审，会对57组当中选出35组上届优秀的，登上107年毕业新歌展的动态展演，并正式对外卖票。相信精选过后内容一定精彩可期。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0度至27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3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